沙田，一個有山有水、充滿生活氣息嘅地方。城門河嘅流水見證住呢度嘅脈搏。每個人都為生活努力奔波，但有時候我哋會唔會忽略咗身體發出嘅警告信號呢？喺呢個社區，亦都有我哋樂康軒默默守護住大家嘅健康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發掘下沙田分店嘅故事啦。見你好仔細咁抹部機，抹得好乾淨喎。呢部機好受歡迎㗎。係啊，呢個牌子好受歡迎㗎。不過每次見到呢一部機，我都會諗起一個客人。嗰次嘅經歷真係令我印象好深刻㗎。幾個月前，有位女士喺度買咗部血壓計，點知1個禮拜之後，佢有啲不滿咁返嚟，話部機度出嚟嘅數值唔準，同佢平時度嘅完全唔同。於是我就為客人重新示範，從臂帶嘅鬆緊度、佩戴嘅位置，到測量時身體需要保持靜止同正常呼吸，每一個細節都好詳細咁解說。佢聽完點點頭，就拎住部機走咗。我哋以為就咁就冇事啦，點知過咗1個禮拜，呢位客人又再返咗嚟，呢次表情明顯更加不滿。佢話已經跟足晒我哋教嘅方法，但係數字一樣咁高，質疑我哋賣嘅係咪假貨，呢個牌子係咪真係信得過？呢位客人嘅質疑已經從操作方法升級到去產品質量，但當時嘅我好冷靜，用同一部血壓計幫自己度，得出咗一個正常嘅讀數，證明機器本身嘅運作係正常嘅。但客人都係堅持部血壓計一定有問題，要求我哋即刻退錢或者換貨。嗰一刻，我知道再解釋落去都係冇用。喺以客為先嘅原則下，我哋先道歉，平息咗客人憤怒嘅情緒之後，換咗一部全新嘅血壓計俾佢。亦都建議客人有時間嘅話，可以去做個詳細嘅身體檢查。本來以為件事就咁完結，點知3個星期後，呢位客人又再返咗嚟，但今次佢唔再好似之前咁怒氣沖沖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複雜帶住歉意嘅表情。佢同我哋道歉，話原來佢嗰日用新嘅血壓計測出嚟嘅數字都係好高，所以佢去咗其他賣血壓計嘅鋪頭試勻晒唔同嘅牌子，得出嘅結果全部都一樣。呢個時候佢先開始懷疑有問題嘅可能唔係部機。佢去咗診所做詳細嘅檢查，發現原來係身體出現咗病變，所以血壓先會持續處於唔正常嘅水平。呢件事令我哋成個團隊都好深刻，亦令我哋更加堅信作為專業嘅銷售人員，需要時刻保持冷靜，耐心聆聽客人嘅訴求，同埋盡力協助。喺樂康軒，我哋相信一個值得信賴嘅產品，一定會以最客觀嘅方式證明佢嘅價值，亦會為我哋贏得顧客最真誠嘅尊重同信賴。